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今日是神的主日，是上帝所定定的日。咱三个组织来学乐上帝，咱三个吟这诗歌，欢喜吟诗学乐上帝。这是耶和华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所定的日子。大人的一日，大人的一日，要欢喜吟诗，要欢喜吟诗。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大人的一日，要欢喜吟诗。这是耶和华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。是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请咱起立，咱互相来请安。咱一礼拜有时才记得一遍，甚至有时爱搁较久，咱互相平安。上帝平安，甲咱三个伫地；上帝喜乐，也甲咱三个伫地。咱互相来离开你的位，来咱所有兄弟，咱厝的一家人，咱三个来请安。上帝欢喜，上帝喜乐，上帝平安，上帝赏赐，甲咱每一个人三个伫地。平安，你手还好无？咱三个拍拍啊来吟这条诗歌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。接续咱要来唱，伫主内面，咱拢是一家人。这是耶和华所定欢喜的日子。这是耶和华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所定的日子。大人的一日，大人的一日，要欢喜吟诗，要欢喜吟诗。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大人的一日，要欢喜吟诗。这是耶和华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。你主来临，咱拢是一个人。你主来临，咱拢是一个人。你主来临，咱拢是一个人。伟大的道源源万万，你主来临，咱拢是一个人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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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伟大的道源源万万，你主来临，咱拢是一个人。你主来临，你主来临，咱拢是一个人。请坐，伫主内面，咱拢是一家人。咱除了是一家人以外，咱要搁打拼努力。来将这个福音来传出去，这嘛是上帝予咱的使命。时间过了真紧，今日是9月初1。咱每一年12月上尾一个礼拜，是咱教会所定的什么主日？有人知影无？赞100分福音主日。迄日咱所要做的工作是啥物？就是要搁甲福音传过较广传。迄天咱要邀请到。今年已经定着好势，咱要请到明玲姐来个为咱做伊的性命的见证分享。为什么我即摆就要讲？因为福音主日毋是要讲互咱听的，是要讲互什么人听的？也未信主的人。所以我希望对这时开始，每一个人你的心内会当有一个名单，就是你要伊传福音迄个人，检测是你的朋友，检测是你的亲人。检测你也阁毋知伊什么人，你放伫你的心内为伊祈祷。希望到上尾迄礼拜时阵，你会当甲伊邀请，互咱的教会，咱只每一个人邀请一个咱教会人啊，坐满出来。好，所以希望咱会当每一个人将传福音的事工放伫你的心内。你要邀请什么人？为这时，你就为伊开始来祈祷，愿上帝神来感动伊。愿上帝神来带领因，
因为不是人在传福音，是上帝用咱的手来传福音，总是嘛着爱藉着咱的嘴来将上帝话来传出去。所以我要邀请咱用这条诗歌来将做咱的分享，也将做咱的使命。伫今年最后一个主日，咱真正将这主日献伫上帝面头前。请来三个拍扑来入这诗歌。将听传出去，传到街头甲乡里。将听传出去，无论透风也落雨。将听传出去，传到街头甲乡里。将听传出去，无论透风也落雨。分享它流露，快快乐乐传出去。听着分享它风气，它机会传出去。将听传出去，传到街头甲乡里。将听传出去，无论透风也落雨。传出去，听着分享它风气，它机会传出去。是把握机会传出去，因为咱希望咱每一个人拢是叫做有福气的人。愿咱每一个人将上帝话常常放伫咱的内底。咱属乎上帝的人，咱就要亲像树在伫溪水边共款。得到迄个大大的福气，咱三个今朝诗歌，属无的人有福气。伊的话是咱人生的舞台，伊的爱是咱路上的光明。咱着常常思慕也好活，属无的人真正有福气。将伊的话常常藏伫心肝内，人生的舞台就会真顺时。咱着常常思慕也好活，属无的人真正有福气。属无的人真正有福气。人生亲像溪边的树，鸟仔天顶飞，乌条纷纷飞。属无的人真正有福气。伊的话是咱人生的舞台，伊的爱是咱路上的光明。咱着常常思慕也好活，属无的人真正有福气。将伊的话常常藏伫心肝内，人生的舞台就会真顺时。咱着常常思慕也好活，属无的人真正有福气。属无的人真正有福气。人生亲像溪边的树，鸟仔天顶飞，乌条纷纷飞。属无的人真正有福气。属无的人福气。属无的人真正有福气。
你相亲像溪边的树，鸟仔天顶飞，蝴蝶滚滚飞，思慕的人真正好去。会长，请起立。来啊，咱着鞠躬敬拜，跪落伫创造咱的耶和华的面前，因为伊是咱的上帝，咱是伊养饲的百姓，是伊手的羊。请同心来同齐用四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耶稣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基督玛利亚出世，因本流比勒德入来受苦，是立地，是派从人苦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，上帝大兵。伊要对咱的生活，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公堂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做赦免，肉体个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们。请同心来祈祷。创造世间万物的上帝，你是阮生命的源头，对阮出世到现在。你拢看顾阮，搁对主耶稣的疼，互阮深深感受，这是白白得来恩典，阮感谢你。今仔日是常年纪念主日，阮的时代长辈，因一生为着家庭儿女牺牲劳苦，亲像你的疼，值得阮敬重。求上帝伫因年老的时，保守看顾因，互因搁较会晓倚靠你，心内有平安喜乐，身体健康。安尼祈祷恳求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们。坐，咱三甲掀开启应文第64篇，启应文第64篇，伫新圣诗的后面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毋通受欺骗。伊无改变，嘛无天体当时引起的影。依照你的旨意，用真理的道来作战，我让你受在万中有上重要的地位。亲爱兄弟姊妹，着知。这声受气，袂当实现上帝公义的要求，所以着消除一切垃圾的习惯，甲惯满的邪恶。着实行道理。简单听道理，无去实行的人，
家己详细看，了后一个离开。毋过有得详细查考，互人得到自由，彼此完整的律法，阁有得坚守的人。因为伊有实在去实行。就有人想讲家己，若有人想讲家己真敬虔，是在欺骗家己。照顾苦难中的孤儿寡妇，对爸上帝看起来，这才是宣传无缺点的敬虔。这是显示请常年团契，因要吟的是基督耶稣来做伴。
请来强守上帝话命的话，记载伫旧约圣经箴言第17章第6节，以及23章第14节。旧约圣经箴言第17章第6节，以及23章第24节。第6节。子孙是老人的冕旒，老爸是囝儿的荣光。24节，义人的老爸要大快乐，人生着智慧的囝，要因为伊来欢喜。第2位的圣经记载伫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15章22到24节。路加福音第15章22到24节。若是老爸对伊遐个奴仆讲，紧紧遐上好的衫来甲伊穿，搁甲伊挂手指，煞甲伊穿鞋。23节，也牵迄只肥的牛仔来抬，咱食来欢喜。24节，因为我这个囝死有过活，失了有过得着。就三甲欢喜，愿上帝将伊的话刻条伫咱的心内。金句伫酒杯后壁面也有，请咱来念2遍。老爸怎样怜悯伊的囝儿，耶和华怜悯敬畏伊的人，也是安尼。老爸怎样怜悯伊的囝儿，耶和华怜悯敬畏伊的人，也是安尼。而了，只是要请圣歌队，因要吟的诗是：天父赐予咱的疼，天父赐予咱的疼。我的
今仔日牧师要宣讲的信息是：人人享受天伦之乐，人人享受天伦之乐。谢谢，大家平安。真欢喜，咱常常伫礼拜中间，伫咧纪念一寡特别的日子、特别的人。其实，当咱伫咧提起讲即个日子，咱都爱特别注意到一群人，唔通甲误会讲啊，教会拢伫咧注重即群人，剩诶咱拢无咧注重，毋是安尼。是咱望所有诶人诶成功是对一个点，找到一个起头成功诶点，怎直直探开去。永福教会，咱嘛是望讲，同时咱会当进行足侪事工，然后伫每一个部分拢有真，同时会当看见真侪轨迹，这是上好。但是若万一无诶时，咱找到一个切入点，相对一个切入点，咱敢若破西瓜，西瓜一个落去了后，就对遐撬开，然后就怎直直分开出去。无论伫一个事业，一个拢共款，伫一个起源开始，然后健康直直发展。台湾的社会已经变做一个老年化的社会，所以老化变做一个问题。人讲老是苦，老是老，但是咱望讲厝内有一个老人，咱会当甲看做宝，老来宝。咱看别人做宝，有时咱老人佫会看咱做宝。我想这个是一个咱咧创造一个水的循环。那伫遮，咱来过来看圣经怎样伫咧对每一个人有一个应允。箴言17章第6節，现代日本讲，老人以子孙做花冠，儿女以父亲做公营，年老的人掠伊的子孙做伊的头壳顶的花冠，少年人掠伊的年老的父亲做伊永远的公营甲骄傲。咱用华语来甲这两个读一个刚好，来预备来，老人以子孙为华冠。儿女以父亲为光荣，下面和本子孙为老人的冠冕，父亲是儿女的荣耀。子孙是老人的冠冕，父亲是子儿的荣耀。但这个是父亲爸母掠子儿，子儿掠爸母，这是一个双向。互相，彼此是圣经内面真要紧的一种的道理、伦理甲教导。所以我掠你，我看重你，我尊敬你，你嘛掠我做欢喜，互相。咱已经对8月开始拢伫咧注重家庭，即马进入9月，咱也搁伫咧讲家庭的互动。望每一个人拢会当亲像圣经安尼，这个是会当开始伫咧学习，咱甲咱身边特别。你讲要疼人，你要过什么款的生活？请好款待生你、饲你、陪伴你的大汉的爸母来开始，然后这年老的人，请你会当做子儿孙的模范。甲引出来到伫上帝面前，然后建立一个彼此拢看做我掠你做我的骄傲，你看我是你的荣耀。讲义人的老爸，就当然爱快乐；有名字的子儿，就爱大得到安慰。有名字，咱即个遮有一个名字，阁有智慧。伫咱教会，啥物好名拢有吼。义人的老爸要得到大的快乐，人生人生着智慧的囝，要因为伊来欢喜。所以，伫咱的圣经的内面，就有即款的应允伫遐，你
毋望你得得着，毋望你一世人，咱一世人，咱互相咱来追求即款的人生，这是一个蒙福的人生。所以，咱努力到互长辈先得着，然后有一日，咱嘛要得着。互人因为我得着福气，即个互人因为我得着福气，请互对厝内来开始，一代搁接续一代。马拉基第2章15节安尼讲，上帝愿意人会当得着虔诚的后代。上帝期待你会当得到你的囝儿、你的孙是一个虔诚的人，因为一个人若会晓对神敬虔，伊就会对伊的士大人、对伊的长辈敬爱。咱要对上帝敬虔，即摆问题是做爸母的、做阿公阿嬷的，你有责任大声带你的囝，互伊维系甲上帝的关系，所以咱来讲义，基督教伫咧讲义，其实义的意思是人罪人甲创造主上帝有一个合义的关系，建立甲爸上帝有一个合义的关系，叫做义的建立。OK， 但伫遮咱的圣经安尼伫咧期待，一代搁接续一代。你的子孙永远也搁伫上帝面前，伫上帝厝内过一个敬虔的生活。因为伊若会晓敬虔，伊会读圣经，伊会祈祷，伊会伫教会内面、伫圣经内面，伫咧学着，你着听上帝，你着听人，然后搁学着讲，你若袂晓听你家己厝内的人，就比毋信的人搁较歹。所以要安怎甲子孙拢带来到伫上帝家，互伊定定会当对圣经来得到即款的勉励提醒，这是一个真要紧的话。但愿你对你的家族内面有出敬虔的子孙，照一个影片，毋知拜托，咱来看卖啊咧。我想即个电话若会当甲禁一下，好无？来，声音。无声吗？ OK。老爸咧饲囝，老爸在陪囝。这个电话会当。这拢一个真久长的陪伴。当然，这咧讲老爸嘛无失落老母，这咧讲着两代中间的过程。咱的人生拢伫这个过程的内面经过。时间直直过，囡仔直直大，伊的成长范围就哪来哪跨去。陪一个囡仔大汉至少爱10几年。无怨无悔，1、20年的陪伴，伫遮你拢会当看到你甲你的士大人互动的影，你甲你囝儿孙互动的影。真温馨，对毋对？
细汉的时做细只船啊，若大汉做的船就若大只，就走若远，经历的世界就若看去。囡仔大汉是欢喜快乐的事。不过，囡仔若大汉，有可能就离你若远，就哪久无法度转来甲你相会。今早开始，偶尔也会写一个批，寄一个物。过来就直直等待，囝待遐久，拢无倒转来。时间直直过。伫孤单的中间，伫等待的中间，伫少年的中间，直直老化去。囝毋知偌久无转来。毋知偌久，就是大人已经无法度通对内面出来到外口摕批，伊嘛无期待会当摕到批，因为太久，当安尼单批单拢无。但是听后当时开始写批讲爸，我要转去看你的时，老爸已经无法度出来摕到批，所以伊毋知影。做子孙的，若无细里，拢敢若转来伫咧送别，是大人人定，甚至连送别最后都无机会去。我还阁要呼吁侪人，虽然是大人已经年老啦，你若还有机会，就是偌短的时间拢无要紧。你要紧把握最后的陪伴，最后这段时间，年老的爸母上需要的是囝孙，会当互伊看会到。这已经甲你趁偌济钱，甲你社会地位偌悬无关系。生命在轮逝，人照顾咱、陪伴咱，毋知到年老伊衰老的时，子孙一堆的子孙有法度通转来陪伴年老的长辈无？若无时间真紧就直直过，咱忽略咱的长辈，毋通袂记得，到咱老的时，咱的下辈嘛会忽略咱，因为因无受爸爸妈妈因带去照顾伊的阿公阿嬷，所以伊拢袂晓。所以你若要互时代，互你的囡仔大汉了会注重你，会晓陪伴你，请你拜托，即句爱一紧，每一个人带你的囝、查某囝转去陪阿公阿嬷。真侪时阵，互伊对阿公阿嬷有一寡互动。互伊甲阿公阿嬷留伫困几工啊，因为哪有接触，就哪有感情，后摆伊哪会晓对待你。圣经的道理真要紧，对天顶变做对地面，
老人掠伊的子孙做花冠，囝儿掠伊的爸母做荧光。二人的老爸，你当然爱快乐，有明智的囝儿就爱得到得到大的安慰。所以伫遮，咱常常咱想一项，长辈爱想讲，我会当怎样，互我的子孙感觉有即个是大人是真公平的代志。然后做晚辈爱定定想一项，我会当互长辈感觉我，因遮的长辈感觉有遮的子孙真安慰，真受安慰。原本我要搁放另外一个短片，当时行了时间伤长。这圣经伫咧讲两代之间，这个两代之间要安怎样互相把握机会珍惜，然后互迄个互动，甚至三代的中间，迄个互动真水。请毋通对你的囝儿讲着爸母的歹，请毋通甲你的囝儿讲着伊的阿公阿嬷的歹。咱的上帝是一个看袂见的上帝，这有一个足水的意义伫遐。看袂见的才有完善，看会见的无一个好。人讲鼻孔压落，安怎？无一个好人。你我咱拢毋是好人，咱拢无完全的人，所以袂当甲咱的目睭刻伫无完全的人的身上。做基督徒，咱伫咧受操练，你就爱个做夜望望天，咱的气力对上帝来，咱就爱夜望望天，咱的源头是上帝。迄个看袂见的上帝，你袂当甲伊变做看会见的神明，因为看会见的拢无完全，迄个看袂见的，所以咱的父母是看会见的，伊无完全。无完全的人，毋通直直将别人的歹传互你的子孙，那安尼引起你的子孙对父母的不敬。某甲讲伊的翁偌歹，爸爸偌歹，互囝听，引起囝对爸爸无好的印象。爸爸将太太的歹甲囝讲，囝对妈妈的印象歹。然后佫甲阿公阿嬷的一寡歹佫互孙，我甲你讲，这是咧拆毁家族。所以彼此相听是包容，彼此相听是理解人生的软正软弱。然后伫遐得讲，有啥物通学？正面有啥物通学？这两代中间，咱的圣经伫咧讲即款的道理。因为每一个人，上帝爱伊会当得到一个真水的家庭的伦理甲生活。才有一节的圣经，是咱今仔日的金句，咱斗阵过来读咱的金句一摆咁好。用台湾话来看咱的今仔日的金句，来，老爸怎样怜悯伊的囝儿，耶和华怜悯敬畏伊的人，也是安尼。老爸怎样怜悯伊的囝儿？老爸怎样怜悯伊的囝儿？耶和华所做甲老爸同款。你读到这，毋知你的心怎样？真平顺吗？还是读到这时，你的心开始真大的震动？老爸怎样怜悯伊的囝儿？讲耶和华怜悯敬畏伊的人，也是安尼。那假使你的是大人真霸真歹，你的是大人对囝儿足凶，然后你要叫这个囝儿，甲这个囝儿讲，咱的上帝听你，亲像你的老爸听你哦。咱的上帝怜悯你，亲像你的老爸对待你哦。我甲你讲，迄个人，你若强调这款的信息，伊怎哪伫遮做袂掉？伊怎直直行出去？伊讲我对老爸遐领受的老爸的恶质，老爸对家庭的放弃。然后你讲迄个上帝，佫亲像老爸安尼款待我，我惊到死。
我毋知影你咧读圣经的是你安怎样伫咧领受。今仔日我做老爸，今仔日我做人的阿公，咱伫即个遮，敢有可能咱咧伫遮开始得到一个警醒、跟调整。做长辈的，咱跟调整，咱有亲像，咱有伫咧年龄伫咧加添，咱有亲像圣经安尼提醒咱，都要学天父上帝，学上帝的心胸，学上帝的包容，学上帝的宽容，学上帝，逐项学上帝，然后学上帝的态度伫咧对待咱的不孝囝，对待咱的不孝查某囝。对待咱也阁不懂，也阁真粗浅的人生的少年人，咱有可能开始来学习这个无？羊99失了一只，主耶稣讲我是好的牧者，安怎放落99去敲诈迄个一只？迄个99可能会怨叹。讲你啥事？阮这是绝大多数老爸老母，你太放弃阮遮，干那伫咧听迄个不懂的兄弟甲姊妹，放弃啦，放伊去啦。但是圣经的材料甲咱讲，天顶的上帝，毋是听迄个较有价值，毋是啦，是天顶的上帝毋甘任何一个囝失落去，迄个毋甘。迄个舍不得的爱，丢不掉的肉，互即个好牧者，伊用搁较侪心神去敲诈、去等待、去宽容。所以伫遮有两项爱学习。你若是长辈，咧跟学习圣经内面上帝的心胸、上帝的听甲慈悲怜悯、上帝迄个态度，你要跟学。毋望咱的囝儿孙感受会到这一项。第二，做晚辈你要紧活倒转，紧活倒转，毋通照你的想法，直直定你家己的路。做囝儿孙的，你真正你都要知影你的角色是伫家庭的内面，你的存在互爸母欢喜，你要爱努力互爸母掠你做伊的公营。然后三甲来去做，因为你的幸福就是所有的人的欢喜。大人拢要有这款的心意，听，不是你外好，爱是怎么样？很久忍耐。听，不是因为你外好，所以我才听会到。No， 咱伫这个家庭的内面是一个互相的 commitment。家庭内面互相的卫生，就不管怎样，我已经家庭的一份子。不管你安怎样，我要好好献我家己伫遮，贡献伫遮。我要用我的目屎来去做家庭，互家庭变做温暖的所在。家庭变做一代搁一代，拢伫遐咧吟诗学乐，斗阵祈祷，打三甲牵手，互上帝的恩典一代接续一代。家庭一个真要紧，既然你已经洗浴了，就是咧做这项工。你也阁无完全，你也阁是一个罪人，总是你这个永远的不变。这是上帝对你的应允。MacArthur 二次大战的英雄，二次大战你改变亚洲的命运。伊是一个军人。伊粉食真重，请问基督徒食粉敢好？好毋好？好毋好？伊食粉，但是伊一世人真敬虔。50年前、70年前，台湾新南医院真出名的教授，伊嘛拢有咧食粉。伫加拿大咧牧会，我真尊敬、真尊敬的，对加拿大总会贡献真大，啥物问题拢爱去到伫遐的一个真要紧的牧师，伊咧开中会，休困的时间
就走出来外口，无论外口落雪，伊嘛拢伫遐咧顾一几啊分。因为我无期待你的人生是纯洁，逐项完全。但是上要紧，毋是分，毋是啥物物件好歹，迄个拢是次要。上要紧是你的性命有法当活出上帝要伫的迄个香味啊无？你若这拢禁，迄拢禁，逐项守，但是上要紧的你拢无表现，安尼人生也是枉费。所以抓到迄个主干来，我想这个这是 MacArthur。伊对伊的囝的祈祷，我望做老爸哪会当，咱来创一个拢送互伊的囝。较慢我甲即个当做一个书签，会做咱教会送互人的一个礼物。伊安尼讲，主啊，恳求你教导我的囝，互伊伫软弱的时会当坚强，伫惊吓的时会当勇敢面对家己。伫诚实的中间，虽然拄着失败，也阁坚强无屈服。伫诚实的中间，失败，真侪人伊的成功是用弯巧、用白菜去得到成功。但是，若是我的囝伫诚实的中间失败，恳求你互伊坚强，无屈服，无白活。互伊伫光明的中间，伫经历光明的胜利中，也阁会当保持谦逊温和。主啊，恳求你教导我的囝，用行动的作为，毋是空虚梦想；用实际的行动，毋是空虚梦想。因带伊会当认捌你，相时知，认捌家己。这是一切知识的基础。伊阁继续安尼祈祷讲：主啊，我恳求你，毋通互我的囝过着安逸、舒爽的日子，求你互伊。求你甲伊克伫困难、艰难、挑战的磨练中，求你引带伊，互伊学习伫风暴的中间，也阁会当挺身徛条，并且学会晓体贴遐个拄着伤过头重担压力、失败跋倒的人，会晓去体贴遐个人。主啊，恳求你塑造我的囝。求你互伊有一粒纯洁的心，而且有远大的目标，互伊伫会当指挥别人以前，先学会晓管理家己。伫迈入未来成功以前，永远无忘记得过去的教训。这是麦克阿瑟伊就互对囝儿的祈祷。主啊，伫伊有这个美德了后，我还阁要恳求你，赏赐伊一个充分的幽默感。免得伊过头的严肃，过头克制伊家己，求你赏赐伊谦卑的心，互伊永远的记得，真正的伟大是单纯，真正的智慧是率直，真正的快乐力量是温和。然后我这个做老爸的，才会当轻轻啊 whisper， 轻轻啊细声讲，这是我一生，我这一生。总算没有白活。因为一个伫战场的顶面，一个国家、一个亚洲的局势，因为伊受改变，总是伊伫上帝面前敬虔，伫上帝面前伫咧祈祷，伫上帝面前毋通带伊的囝儿。但即个毋通把变做你甲我。咱逐个人三甲来，是大人渐渐伫咧年老，爱陪伴，伊爱看到做囝儿的，真正伫伊的面前，伫伊看会到的是，无论做啥物代志，做一个捌字、有知识、在进退的人，伊爱即个囝
是大人慢慢年老，伊真正目睭所看的，无一定是今日趁偌济钱买几间厝。伊真正爱的是伊的今日，定定对伊拍电话：爸母啊，你好无？有啥物爱帮忙无？请会记得，你的是大人啦，到7、80岁了后，咱今仔日是相连的主日，所以遮个相连坐伫遮拢遮尔水，一个95岁坐伫遐佫停。感谢主的恩典。95岁伫遐，94岁也伫遐。但要安怎样，常常伫咧注意讲遮个人的安全。伊便所，伊去走骹行路有啥物会绊着啊袂？伊到伫房间，伊起落有方便啊无？因为常常爱注意遮个人，咱无伫的时，伊手会当换一下无？我甚至知影，咱的中间有人无法度头，甲是大人住24点钟住到阵，用踉踉观看。哎呀！迄拢你的心伫遐，你的计划才有伫遐。但常常做晚辈来当对伊的是大人，定定讲感谢爸爸妈妈，谢谢，多谢你。嘛知影真侪人真正是伊的爸母会听真过头，因为伊嘛知影讲我要听恁的机会无多啊，所以定定伊会听伤过头。你了解就好，你谅解伊，因为伊真正要甲伊性命所有的拢互子孙。但是迄个弄出来可能过了伤过头，所以当要安怎样，咱互相拢伫咧调整一种诶，互迄个，互长辈感觉伊有遮个子孙，伊付出真多，但是感觉真价值。做子孙诶，真正嘛感觉讲，我有即个老爸老母，我有即个阿公阿嬷，也佫有阿公阿嬷通叫，也佫哎呀水无比，逐个人真正拢会当活伫迄个真水诶天伦诶内面。看兄弟姊妹好无三角徛起是好顶的水，望遮兄弟姊妹活好水，关系真好，爸母看落去足温馨，感觉讲我是幸福的人。敬畏上帝诗篇128篇才咧讲着，敬畏上主的人偌尼有福气啊！遵行伊命令的人偌尼有福气啊！你的某伫你的房间内，你的囝儿围围伫你的桌，哎呀，这拢是一个真水的画面，因为。这咧讲啥？这咧讲着咱的信仰，爱每一个人会当活入伫这个天伦之乐的内面。所以，着趁你的爸母还佫勇敢陪伊，着趁因虽然直直咧衰老，也佫会喘气的时，尽一寡时间互因。嘛，伫因也佫有感受的时，做一寡互伊。感觉掠遮我生遮的囝、遮的孙真骄傲，所以咱教会今年庆祝几十年，60年。咱即个才有写一个日子，10月初6，咱要创啥？结婚60周年。咱教会永福教会结婚60周年，翁仔某也佫健在。剩无几对，咱60周年庆祝周年感恩礼拜，咱伫10月初6，原来要甲遮个长辈结婚60周年，翁仔某也伫咧人，就是用轮椅要车嘛，要甲车来到伫遮。但是遮我要讲，请子孙规个家族伫迄个10月初6，爱请所有子孙拢来。爱甲因翕相，爱甲因献花，迄是一个家族的大欢喜的日。教会尊迎遮个人，望遮个长辈，你爱直直甲你的子孙讲，恁的人生爱有信仰，恁的人生爱有上帝，恁的人生爱有教会生活，因为有教会生活，规个葡萄呢，我人生到老有一个安全感，才有快乐。所以，请咱会记得。对即马开始，你若是爸母拄是结婚60周年以上的人，请你即马开始爱为着即个时间做准备，帮忙因弄一个真水的相簿，对因结婚到即马，翁仔某的相片经甲整理好，
送互伊做礼物。有一寡物件，恁开始爱甲家族诶人联络。10月初6，所有诶人搁较远都转来。阮望迄日，咱诶教会真正咧，也搁伫咧庆祝咱教会60周年，嘛伫咧庆祝咱中间有一寡人得到上帝特别诶恩典。我甲你讲，这个是恩典。但愿上帝施恩点伫咱诶中间，真正互咱永福教会是一个什么款诶教会？永远有福气，享受上帝永远福乐诶教会。咱诶中辈等下礼拜煞，要搁互人邀请去生命线40周年，咱要搁伫遐讲古。咱即摆中辈真夯呢。有几若邀请的文来到伫遮，阮拢甲伊排除掉。若无讲会惊了因伤忝，8、9、10岁的人伤忝，遮要表演，都爱规台游览车都爱去。因佫无爱请，要邀请的单位佫无一定会请游览车互咱。哇，这个担伤重。所以咱感谢上帝。咱要今仔日双年主日，咱甲遮个长辈拍一个扑克咧，好无？看对位兄今仔日也搁会当坐伫遮献诗，爱感谢对毋对？所以咱这拢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，愿上帝施恩赐福点伫咱的中间，一代搁一代，咱爱直直接续这个水的信仰。上帝要赐福你，这是一个应允，愿你得会到进入应允的地。3角的祈祷，上帝啊，阮感谢你，创造宇宙遮尔水。上帝啊，阮感谢你，想使阮家庭遮尔温暖。阮就是家庭有欠点，阮嘛要恳求上帝，伫阮的手，阮会当甲家庭起造好势。一切对阮来开始，阮有可能伫混乱的中间，成做信仰的另外一个阿伯拉罕甲撒拉，真侪水的面，真侪信仰的标志，是对阮即代开始。但愿上帝互阮有即款的决志，感恩祈祷，靠主圣名，阿门。请3角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。圣诗第11首，圣诗第11首，宇宙主宰，你何等伟大！宇宙主宰，你何等伟大！创造万物，装他这世界，世世代代称赞你荣耀。这宇宙何等美妙！所有壮年老辈，一切囡仔细细，无分男女老幼，学乐上帝创造宇宙，吟全首。世世代代，敬赞你。
坐。这时，咱要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疼甲恩典。请起立吟奉献的诗。请坐，介绍甲报告，请王牧师。咱们今仔日有新的朋友伫咱的中间。OK， 今仔日下早起，咱有一个姊妹，新梅姊妹的先生黄如兄，透早有伫因厝个别式愿上帝安慰，所以伊的先生无伫教会，咱伫大岛的中间，替因祈祷，捌伊的，请望会当一寡慰问陪伴。伫今仔日咱有看到过来的拜六要结婚的家珍甲姚环伫遮，伊即马过来拜六要伫高雄结婚伫仁武教会来家珍姚环，咱起来互大家人看一下，好毋好？大家人甲恁祝福。好，两个拢伫中华县政府咧上班吼，所以结婚了后，因就会当因就伫中华租厝。大家人袂当落去，所以牧师爱代表教会去现场甲因祝福吼。OK， 咱今仔日是总会普世事工纪念之日。我想咱迄个单，咱后礼拜再来业吧。咱为着总会甲海外侪机构的合作的伙伴事工，咱大岛，咱家己教会嘛，甲非洲的教会，咱有伙伴的关系。在总会长老教会总会对世界有真侪合作的事工吼。今日也是咱中会常年事工纪念之日。我想到迄个会长徐大哥，你有要讲两句话无？哦，照看有准备的款啊吼。来，伫啊。
小我徛起来，互大人看者。嘿，即个烟头啊送。多谢牧师各位中级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我是今仔日是代表双联台湾双联纪念主日来向大家请安问好。感谢大家对双联团契关心、带导、甲奉献。感谢真正欢喜，今仔日有受到生命线来邀请来咱双联的大古镇要去中基文干部表演2点，欢迎兄弟大家来捧场，多谢大家啦吼，请大家继续为双联团契关心、带导、甲奉献，愿主保守咱大家家内平安，身体勇健。感谢大家。牧师有互我3分钟啦，我敢若1分钟啊尔，剩2分钟互牧师补充啦。好，谢谢。咱双联会当安尼做甲满满拜日的早起哦，6楼无够通坐吼。真多谢咱的徐大哥，已经77到咯。逐摆若要聚会，就透早9点外的聚会，7点外就爱车出去一户去接3摆。顶后逐个人12点半食饱了后，伊开始佫送，爱佫送3摆。逐个人拢转去休困啊，伊到2、3点，人才煞。这实在是，咱甲拍一个扑克咧，好唔好？所以这个会长哦是在来的啦。向大家报告啦吼，我要开车，拢会来祈祷，若开，拢包靠上帝，感谢。我要真感谢咱的同工，即摆互咱3楼的十字架24点钟拢有灯，互咱1楼的十字架拢有光。因为咱的教会者，我定定看到咱的会长，佮会长以外几那个人，拢会来遮。会长是拢7点左右，伊就跪伫遮咧祈祷啦。所以有影，像有影是祈祷了后，伊才开车出去，这是真。还佫有一寡人拢会点入来，电梯坐咧就起来遮祈祷了，点啊就离开。有一寡是咱拢毋捌，所以你看到咱的十字架24点钟，即摆拢点倒。十字架伫遮伫咧安慰真侪人。我嘛要甲咱的遮的家属讲，你的爸爸、你的妈妈若伫遮，上面你会感觉真放心，因为真侪人伊原本孤单无伴，甚至有人已经无人咧甲伊讲话，这拢僵硬去。即摆规个人拢青春。若假使你的士大人伫教会咧出入，我望你开始做这样工去，嘛毋通互即个重担拢挂互徐大哥，因为已经载到70几。有一日，我偷讲一个秘密，有一日开车开到咱即个中国岛即个遮，规个中国岛的共弄歹几来，伊毋知安怎样失神，毋知。加载对面无车来，我要讲的是讲，这个时间，这是疼，这有人会疼，有人会稳定。但是我直直甲这个长辈讲，拜托恁3、4个人，请一台计程车，包一台计程车，等于佫一台计程车，一个人轮流出一寡钱，就会当分担这个。因为因有可能会当讲到98岁，但是起落落，迄拢足危险的代志。所以，请咱家属的人斗分担、斗注意这项事。咱教会欢喜做，但是家属
那恁若知，拄则圣文兄咧讲，为着少年事工奉献，那假使做会到，家属可能要伫遮加一寡负担，因为教会有人伫咧斗陪伴。OK， 遮有一寡我快速报告过。中秋咱办公室休困拜五中秋办公室休困吼关门。伫第6点遐咧讲永福关怀主日是9月最后一个主日，迄个主日是9月29，所以毋是9月30吼。9月29永福关怀主日，所以请各关怀小组开始发动，通过你迄组诶人，望迄组会当伫即段时间办一寡活动，好无？伫即马到9月底，望迄组每一组会当有做一寡啥物代志吼。60周年诶感恩礼拜请咱家属请咱中职逐个人关心。即马已经归纳好伫我诶手里。你迄组内面佫统计一下，看有啥物人已经结婚60周年吼。咱遮有真侪活动，我想各团契的时间家己看，家己招呼。遮个相连，然后咱伫迄个乌干达遐个时间主教写过来，即个互咱知影，伫台岛的事的顶面，请咱真正为着教会做事来台岛，特别请为着香港来台岛，望香港会当紧紧平刷，望中国的人民甲咱共款会当自由敬拜上帝。逐个人会当安全有土地有自由的气氛，通敬拜学老，互家庭无惊吓。这个是咱来为着9月份生日的，好无？来9月生日的请起立，好无？我知阮牧师娘嘛是9月啦，吼。来9月生日的，请站起来。咱来唱迄首歌。伫边仔的，恁拢爱代表教会，甲因握手吼，会当行去，你着行去，甲伊握一个手代表。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，伊着嗨呀落你嗨，嘿呀落你嘿，嘿呀落你嘿呀，伊着嗨呀落你，较紧来！祝你生日快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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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伊着嗨呀落你嗨，嘿呀落你嘿，嘿呀落你嘿呀，伊着嗨呀落你嗨。来，我即个是原来要请咱家木村兄笑爸爸，咱原来甲笑爸爸拍一个跑仔嚟好无？今仔日难得安尼，甲咱90几岁银行家吼，动到即句吼，上帝祝福你哦，嘿，呀 ，OK， 愿上帝赏赐。请吟圣诗605首，圣诗605首。靠主恩典，奇妙快乐得保护，坚心听候，主所安排道路。愿知上帝每日无停在照顾。这个逐日新日子，主亲切招呼，请吟全首。
就用你的一生来荣耀上帝的人。但咱要受车对遮出去，愿三位一体上帝甲你三角同行。上帝行伫你的头前，千万你毋通行伫上帝的头前。天父上帝赏赐你大快乐，主耶稣的十字架做你人生的胜利的旗。圣神上帝保守你，对即时到永世代不尽。阿门。请坐，列倒，等下有圣经课程。